各位客家新新闻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关心关于武汉肺炎疫情的最新消息。近边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就宣布的，讲近边关于中央新增加15例对境外泄露来的确诊个案，希望新增加的本土感染个案哦。佢哋亚条确诊个案当中呢，大部分的民众系对美国、韩国由英国转来的亚条民众哦。韩国呢，喺28个确诊个案当中，嘅指挥中心又发现呢有3件群起感染事件。来谈一下家下指挥中心同大家带来说明。那今天我们要宣布有新增的15例，15例的境外移入的案例，那基本上大概都在美国7位，英国6位，那还有澳洲1位，菲律宾1位，那这边境外的移入主要是6女9男，6女9男，年龄也介于10岁到10多岁到60多岁，入境的日期介于3月15日到25日，发病日介于3月8日到25日。佢哋28日记者会当中，嘅指挥官陈时中其就有讲到嘅，讲亚步嘅其实台湾同从事一啲边境管制措施哦。韩国呢接下来认真听听民众对国外转来嘅情形因素啊，系进来减少嘅。故作呢日嘅疫情对境外泄露来嘅风险系听听开始讲大嘅。唔过呢一下大家还系爱动降心哦，认真一下呢一个居家检疫也部分就非常重要嘅。今边呢亚啲指挥中心就特别抢来嘅，将接受居家检疫的民众同大家来分享，喺14日的检疫期间、隔离期间做嚟做安多马介诺，来谈一下家的分享。就是大家其实在我开始居家检疫之前，就是我的同事啊、我朋友都会很担心说，这14天会不会很无聊，因为不能出去。所以，不过我觉得刚好就在这个时间，我就把之前就是买了很久没有看的书啊，可以在这个时间看完啊。那之前没有在首轮看到的电影啊，也可以在家里看完。那除此之外，就是整理一些之前没有时间整理一些工作的记录，就是刚好在这个空档可以做这样的事情。那除此之外啊，其实在吃的这个部分，其实一些朋友也很担心说，我会不会没有办法吃东西什么的。其实我觉得这14天来，我还看了蛮多的那种外送平台的，就是看一下有什么美食可以吃的。而且现在的这个外送平台，其实它都有一种叫做无接触送餐，它就放在门口，然后他离开之后，我再打开门去拿，所以其实完全就可以做到，就是居家检疫不需要跟别人去接触这个方式。家人的感情绝对是一辈子，不会因为这17天的隔离就变得会疏离掉或会疏离会变质这样子。因此，我跟家人之间的互动就是，我觉得我跟家人有爱家人有多深，我跟他的距离就有多远这样子。我跟家人之间距离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采取就是绝对不共事，不在同一个房间里面。他们在的时候，我都会在自己的房间里面活动。然后他们如果万一逼不得已的时候，我一定是戴口罩跟他们一起互动，尽量就是维持不跟他们有共事这样子。加上我也是单独使用自己的卫浴设备这样子，我每天会做一个环境的消毒，用漂白水。只是为了要保护我的家人。喺针对防疫期间，呢啲部分健比劳动部没有公布新嘅措施，就讲对健比下晝4點開始，所有呢位前申請一類產業外勞嘅調價都係寫清楚一份居家檢疫嘅計劃書，一個計劃書都方會寫到呢條內容咯。嘅都方呢會寫清楚講要提供呢條素材俾義工來進行檢疫喎。韓國有上一條相關嘅管制措施要做好冇，調價沒有提供相關嘅一類小套嘅實施冇，一條呢都係寫到清清楚楚，將有可能會通過。嘅以上呢就用健比同大家整理重點嘅有關疫情嘅最新消息，一份繼續同來掌握。